自2026年3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人生的道旁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约翰福音第14章第1节到14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约翰福音第14章。耶稣阁讲：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，着信上帝，嘛着信我。伫我的爸的厝有真侪房间，我去是要甲恁准备所在。若毋是安尼，我袂甲恁讲即个代志。我去甲恁备办所在了后，会阁来带恁去我遐。我伫遐，恁嘛会伫遐。我要去的迄条路，恁知。多马甲耶稣讲：主啊，阮都毋知你要去倒位，要哪会知迄条路？耶稣甲伊讲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毋是通过我，无人会当去爸遐。恁若捌我，嘛会捌我的爸。对答以后，恁捌伊，因为恁已经有看见伊。腓力甲耶稣讲：主啊，将爸显示互阮看，阮就满足。耶稣应讲：腓力，我甲恁做伙遮尔久，你犹毋捌我？看见我就是看见爸。你哪会讲将爸显示互阮看？我伫爸内面，爸嘛伫我内面。你无信是无？我甲恁讲的话，毋是出自我家己，是踮伫我内面的爸在做伊家己的代志。着信我伫爸内面，爸伫我内面。若无，嘛着因为我所做的代志来信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信我的人会做我所做的事，甚至会做搁较大的，因为我要去爸遐。恁奉我的名，无论求甚物，我一定会甲恁做，通互爸对囝得到荣光。恁若奉我的名，无论求甚物，我一定会甲恁做。人生的道旁，人生是一段旅程，每一个人拢在行往家己的目的地，但是咱清楚家己知影要去倒位无？当耶稣甲门徒讲伊得要离开，彼得问讲：主啊，你要去倒位？多马也问：主啊，阮都毋知你要去倒位，哪会知迄条路？耶稣讲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这个回答毋单单是安慰，也是对人生方向的终局解答。伫世间，咱努力追求成功、财富、财物，甚至幸福，但是这会当带咱去倒位咧？多马的问题反映人内心的迷惘。咱真正知影人生的目的地无？真正知影安怎前往无？以前开车出门，我总是凭着印象，靠方向感，半望路着前往要去的所在。马路是常常有的代志。搁较实际的方法是路伫人的喙，沿途找人问路。坐公车也是共款，先看车站也是站牌的车帮时间和路线。搁再想办法转车前往。自从通使用手机的线顶地图导航，完全改变现代人的交通方式。有时阵只是出门买一个物件，也是会依赖导航带路，因为伊通闪开塞车路段。也会提醒
伫你到位的时，可能已经关门休困，而且无论是伫台湾坐大众运输，还是伫国外自助旅行，手机仔的地图也会当规划地铁、公车的路线和时间，甚至建议行几号出口会搁较好。伫各种导航地图中 ，Google Maps 会当诚侪现代人方便的工具之一，是当年 Google 收购2间小公司做技术整合，打诚侪备受依赖的地图工具。Google 创办人一开始就看准，线顶地图会诚做人类生活中无袂使得的工具，因为因发现一个特别的数据，伫搜找引擎的关键字中有25%甲地点有关，所以因决定毋简单要做地图，搁较爱重新定义人踮地球顶面找路的方式。25%甲地点有关，这个数据检测也底表示地点占着人生活1/4的议题。人对地点有兴趣，也是带着疑虑，想要有搁较侪的资讯，想要知影安怎前往。拄亲像咱对人生终末要去的所在，也有类似多马的疑虑。主要阮都毋知你要去倒位，哪会知迄条路？耶稣的回答为咱开启人生的导航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毋是通过我，无人会当去爬遐。耶稣为多马，也为着咱指出人生的终极坐标、方向以及前往的方式。人类有能力发展出强大的科技和导航系统，却无法度照着安尼找到永恒的方向。耶稣来就是要做咱人生的导航，互咱无搁再迷路。伊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，要互人照着伊前往天父的家。日想，我是毋是愿意互耶稣做我人生的导航，相信搁跟对伊咧？我是毋是愿意互耶稣做我人生的导航，相信搁跟对伊咧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为我指出生命的方向，求你帮助我定睛注神看耶稣，专心跟对主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